2025年嘅2月，我阿媽個右腳突然之間腫到好似豬蹄咁樣，我睇咗按摩師啦、中醫啦，都冇人知點解。佢開始失眠、食唔落，情緒又好差，成日都好內耗，嗰種無助感比痛還折磨人。嗰陣時我都係啱啱學識咗臼井靈氣嘅2級治療師，仲要喺21日自我清理。我鼓起勇氣問我媽：媽，我幫你試一試，反正試下都冇妨。佢話好啊，我點樣幫佢做呢？我喺戶外，佢喺屋企。頭嗰3日，我用遠程符號想像佢就喺我面前，將傳訊息俾我。阿女，我條褲着得入去啊，我對鞋有鬆啊。我望住個手機，眼淚直接掉下來。唔係因為我成功咗，而係因為我喺訊息入邊聽到我阿媽，而我阿媽終於笑啦。我知道你而家一定喺度諗，遠程靈氣真係有用咩？我幫你整理咗3點，唔使見面都可以幫阿爸阿媽喺屋企，朋友喺國外照樣傳送。第二係唔打擾嘅溫柔，瞓緊覺或者喺度睇緊電視，能量可以默默咁樣送達。第3，動物植物都適合，啲貓貓狗狗啊、烏龜啊、陽台嗰啲植物啊、蘆薈啊都可以。想知道更加多關於靈氣嘅10萬個為什麼？馬上關注我，我用最白話嘅方式陪你一齊探索。留言想了解，我話俾你聽遠程靈氣點樣運作啊！